讲讲台语，台语讲百讲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：我伫花市讲台语。台湾啊，有真侪人拢会伫厝里种花，有地场的啊会种伫门口埕啦、花园啊，无地场的嘛会种伫室内。有的人啊，爱伫册桌顶面放一盆细盆的花，讲啊，安尼做工课的时啊，心情较轻松。那安尼啊，观众朋友一般拢去倒位买花咧？对啦，买花上方便、上侪选择的所在，就是伫花市啦。所以咱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啊，特别来和大家做伙来分享花市用会到的台语。咱花市咧卖花啊，有分真侪款哦。像讲啊，一束一束的，是要直接送人的；啊，若一盆一盆的，是要买等去厝里种的。其他像要种花需要的各种材料，伫花市啊，嘛拢买得到哦。就是因为有遮尔侪选择啊，所以咱伫花市要买花时，都爱先甲头家讲互清楚，讲咱的用途啊。若是要买花束来送人的，咱就会当甲头家讲啊，这我要送人的，请替我包较水咧。啊，若是要买等于过年的时啊，还是节庆的时要排水的，咱嘛会当甲头家讲啊，这花敢当会到过年？当会到过年啊，就是敢有法度开甲过年了后才写的意思啦。有时咱嘛会甲头家讲啊，我要有带花黄的，安尼会当当较久。花黄啊，就是华语讲的花苞啦。花得啦，咱一定爱甲咱的需求，甲头家吩咐清楚。安尼啊，头家人就当针对咱的需要，互咱适合的帮助。有时啊，咱是要买花等去种，但是咱唔知影要买倒一种花较好，也是咱啊唔知影这看起来水水的花买等去了后啊，要安怎照顾？这时啊，咱会当问头家讲啊，这敢爱曝日，也是会当放伫室内？也是问头家讲啊，这偌久爱压一盖水？因为啊，有的花啊较接爱压水，有的花啊唔免遐济水，所以咱爱问互清楚。有时啊，咱嘛会当直接问头家讲啊，我是要买会当放伫册桌顶面的，倒一种较好照顾。相信啊，咱安尼问了后啊，头家人就会当甲咱小解上适合的花啦。复习，这我要送人的，请替我包较水咧。这花敢当会到？我要有带花黄的，安尼会当当较久。这敢爱曝日，也是会当放伫室内。这偌久爱压一盖水？我是要买会当放伫册桌顶面的，倒一种较好照顾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细花市讲台语，新鲜佮趣味。大家会当找时间去试看卖哦。今仔日咱的百讲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